乱弹是本所回收再利用就是资源。这环境部的循环署呢，今年和企业合作，开发出6件这循环设计产品，要互众人来买，希望大家做伙支持。这红色的椅仔拢是依照循环的理念落去设计。业者讲，阿鲁米伫国外是互认定是上好的循环材料，因为会当100%回收，阁会当重新做出新的阿鲁米产品。这届受到环境部和台湾设计研究院的支持，所以因着和国外设计师合作，推出这只椅仔，用98%以上的阿鲁米来做。阮这种椅仔使用寿命拢超过15年至20年，阿鲁米的一寡技术拢有用到，像这。有迄个重力铸造的，有斜形的，有棒类的加工，像阮的椅仔，拢是咱爱伫室内袂使有噪音，所以这是阮的专利，就是软套的，内底有一个软的所在。这嘛是回收材，就是咱回收的细胶。阁有大家伫户内拢会用到的雨伞，根据统计，平均一个人拢唔拿一支雨伞。台湾当年单调的雨伞上千上万支，因为雨伞真侪材质，无人想要回收，所以有业者即马研发出会当换零件的循环雨伞，海去换零件唔免规支单调。环境部循环署推出循环经济，今年总共开发出6件循环设计产品，有椅仔、有雨伞，也有文具等等。我们的产业的这样能够去提出我们这个绿色设计的产品，那政府这边怎么样来鼓励哈？如果我们这个法通过之后，我们就可以用法令来规定，甚至是鼓励我们这样循环产品跟服务的一个发生哈。那这个都是可以促成我们产品循环采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。循环署长表示，政府也打算透过法规来鼓励更较侪业者投入。另外，为着要提升民众对循环产品的接受度，也伫高雄设改造据点，有示范教室，希望透过政府、产业、民众共同打造循环永续的社会。记者陈心东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